讲到食青菜就想到素食爱食夜市啊，素食的人即马有福气啊！最近到这个摊商呢，打造一款素食的夜市啊，昨昏伫宜兰到这个真好食的这款美国挂包啦、煎包啦、肉肠、美国煎鸡排等等，这些拢是素食的，有真侪人排队想要去试看卖。 美国挂包的肉伫前台顶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实在有够香。不过你敢知影，这其实是素食？我就是吃素汉堡长大的，然后我就想说走进夜市，然后来卖这个。排队的人真多，这个无固定地点的素食夜市，全台各地巡回卖美食，真侪民众介意食，夜市啊够大，就对咧够大。 他们这一摊类型的都号召的都不错，都蛮好吃的。煎包香滚滚，搁南酱汁有够好食，搁有一支搁一支，看到就互人流嘴烂。素食夜市真侪美食，竟然搁有这煎鸡排。 平常时选择真悠闲食素食的民众，来到这个啥物拢有的素食夜市啊，颠倒有选择上来。都喜欢，安尼吼，因为素食夜市啊较少，所以他们来是大家拢很喜欢。你看那么多人。 出现素食夜市啊，食素食的民众总算想要食啥就会使食啥，好好享受食夜市的快乐。